对于许多迈入55岁以后的朋友来说，面对记忆力衰退以及挥之不去的脑雾现象，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必须透过极端辛苦的方式才能找回往日的灵敏。他们可能会错误地觉得，非得去执行那些极其复杂、近乎苛刻的饮食计划，或者是强迫自己去健身房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才能看到一丝改善的曙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今天我将带领各位认识一套完全自然且极其简单的10分钟脑部健康例行练习。这是一套真正具备实效的方法。这套练习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完全不需要添购任何昂贵的器材，您只要待在自己觉得最舒适、最安心的地方，无论是客厅的沙发旁，还是书房的椅子上，随时都能直接开始这段旅程。这套方法绝非凭空捏造的伪科学，也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网络热潮，而是建立在极其扎实且深厚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它融合了专业物理治疗的临床实务与尖端的认知神经科学，经过精心的提炼与简化，才转化为现在这套非常适合在居家环境中操作的动作。我们练习的核心并不在于追求体力上的极限耗损，而是精准地锁定那些对大脑功能至关重要的神经传导通路与血液循环系统，这才是守护脑部健康的真正关键。透过这种循序渐进且针对性强的方法，您能够非常有效地从根源处去应对认知功能退化的挑战。在接下来这充实的10分钟里，我们将细致地讲解3个随时随地只要有椅子就能完成的简易动作。同时，我们也会介绍2种极其关键的脑部营养修复方案，这2者能让您在日常饮食中轻易实践，并得快速的反馈依实。最后，您还会学到一个绝大多数人最常犯，也最容易导致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的关键心理陷阱。请务必专注地跟随到最后，尤其是第3个关于饮食的修正建议，它是能最快速帮助您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的秘密武器。首先，让我们从第一个动作温和点头运动开始。这个动作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大幅提升流向大脑的血液流量，这对维持神经细胞的氧气与营养供应至关重要。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再次叮咛，安全是所有练习的首要前提，请务必在您身体感到最舒适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绝对不要勉强追求幅度，若有任何疼痛感，请务必停下。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请保持脊椎挺直地坐好，带住一份觉知，缓慢且温柔地将下巴往胸口的方向靠近，在最低点停留约3秒钟，感受颈后的延展，然后再慢回到中立位置，请重复进行10次。在临床物理治疗中，这个动作常被用来改善上颈垂的活动度。这种细微的活动能够正面影响到那些控制垂动脉血流的小肌肉，减少血管受压的机会。您可以把这个点头的过程想象成是在温柔地疏通通往大脑的神经高速公路，让血液流动变得更加顺畅、更加稳定。如果在练习过程中有任何头晕的感觉，请立刻停止，并让视线直视前方，直到那种感觉平息为止。温和点头运动之所以如此卓越，是因为它精准地对应了熟龄族群常见的头部前倾问题，这通常是随着年龄增长及不良坐姿所累积的负担。当头部长时间处于前倾位置时，会对颈部的深层肌肉造成巨大的机械压力。这种慢性的肌肉紧张会微妙地压迫那些流经脖子、负责供氧给大脑的血管，进而限制了脑部获取充足氧气的能力。透过这些深思熟虑、缓慢进行的点头动作，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训练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引导头部回归到最健康的中心位置。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第2个动作，称为大脑跨线桥。这是一项在认知科学领域备受推崇的技术，专门用来促进左右脑半球之间的连结。透过这样的练习，我们能有效提升大脑两侧的沟通效率与协调能力，这与增强记忆提取的反应速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开始时，请依然保持坐姿，双脚平贴于地面，
然后缓慢地将您的右手肘带往左膝盖的方向，感受身体中线的跨越。接住换另一侧重复，两边轮流进行10次，请保持平稳的节奏，并且让您的目光维持专注而定静。这种跨越身体中线的活化动作，会强迫您的大脑投入更多资源去进行精密的协调，进而强化那些负责复杂思考过程的神经回路。本质上，这是一项伪装成体能动作的高阶心智运动，对于拨开午后常见的脑雾现象有助显著的效果。在安全提示方面，请全程保持背部挺直、微缩和心肌群。如果您觉得抬膝盖太过吃力，也可以简单的用对侧手去触摸大腿即可。重点在于感受身体两侧的连接点以及动作的流畅性，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认知效益。大脑跨线桥的威力在于它能促使大脑中连通两侧半球的桥梁胼胝体进行快速且协同的运作。由于大脑的左半部控制身体的右侧，而右半部控制左侧，因此这种跨越中线的动作要求次的神经整合。这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认知运动训练，它能增强大脑在不同任务间切换的效率，并对如计划、判断等执行功能提供极佳的支持。同时，动作中那种规律的节奏感还能带来一种平静的效果，有助于降低那些会干扰记忆形成的压力荷尔蒙。第3个动作是指尖轻敲，这是一个能深度刺激大脑精细动作控制中心的绝佳练习。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精细动作中心与我们大脑负责记忆提取及专注力的额叶区域有着非常紧密的连结。操作方法非常直觉，请将双手放松地摆放，接住依序用大拇指去触碰食指、中指、无名指及小指的指尖。在熟悉规律后，可以尝试加快速度并保持流畅，或者是助从反方向，小指往食指敲，甚至双手同时进行不同的序列。这对大脑来说是具挑战性的认知训练。这项运动动员了大脑皮质中与手部感知相关的广大区域，也就是神经科学中著名的感觉运动小人图谱。透过执行这些精密且具备序列性的动作，您实际上是在要求大脑进行高层次的信息处理，这是一场针对大脑的深度健身。这种对细微感官回馈与运动指令的需求，正是驱动大脑神经塑性的核心动力。神经塑性是指大脑透过学习与刺激来重组并建立新神经连结的能力。请持续这个练习约60秒，重点在于准确，而非单纯追求速度。如果在过程中手部感到疲劳或抽筋，请记得随时甩手放松。在完成了这3项精细的动作练习后，我们要转向同样重要的2项饮食修复方案，这正是我们能最快感受到身心改善的地方。第1项饮食建议是，绝对要优先摄取 Omega-3 脂肪酸。您的大脑中有将近 60% 是脂肪构成的，而在这些脂肪中，有约一半是属于 Omega-3 家族，特别是其中的它是构建与维护神经细胞膜最核心的结构成分，尤其是在那些掌管记忆力与学习能力的大脑关键区域，其浓度极高。您可以将想象成是大脑这台高级引擎的顶级和成润滑油，它能确保细胞间的通讯讯号传递得既精准又快速。它的最佳天然来源包括油脂丰富的深海鱼类，如鲑鱼、正音鱼、秋刀鱼或沙丁鱼，理想情况下每周应摄取2份。如果您是素食者或全素食者，亚麻仁籽、奇亚籽及核桃也是很好的 Omega-3 来源，或者可以考虑补充高品质的藻油。在生活中实践起来其实非常容易，试着在早餐中加入1把碎核桃，或者在优格中撒上意式研磨好的亚麻仁粉。
目前的科学证据非常明确，充足的欧米伽3摄取量与减缓认知退化的速度有助极强的正面相关。第二项建议则是滋养您的肠脑轴线。您的大脑与肠道之间存在着一套名为迷走神经的双向沟通管道，它们随时随地都在交换讯息。一个健康的肠道微生态系统会直接反映在您的情绪稳定度、抗压能力以及整体的认知表现上。简单来说，拥有健康的肠道往往就意味着拥有一颗清晰的大脑。事实上，人体内绝大部分的血清素，这种负责调节情绪与思考明晰度的重要神经传导物质，竟然都是在肠道中制造的。为了维护这条重要的沟通轴线，我们必须增加益生菌，例如发酵食品，以及益生元，例如富含纤维的天然食物的摄取。摄取如优格、纳豆或韩式泡菜这类发酵食品，可以引进有益菌群，帮助平衡那些可能引起全身性发炎的微生物。而像燕麦、香蕉及芦笋这类含益生元的食物，则能作为好菌生长的燃料，让它们在大肠中茁壮并产生有益健康的化合物。另外，请记住一个关键：充足的水分是不可妥协的。脱水是引发急性脑雾最迅速的因素之一。当您成功优化了肠道环境，通常会发现专注力有助惊人的提升，因为您从源头减轻了体内的慢性发炎。当我们讨论完动作与饮食后，现在要揭晓那个阻碍无数人看到成效的头号错误。对于55岁以上的朋友来说，最大的陷阱就是等待动力，或者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才愿意开始。大脑健康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一场需要每日细心照料的维护过程。唯有透过规律的持续性，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大脑中那宝贵的新神经通路。针对这个错误，修正的秘诀就在于从小处入手。请运用习惯堆叠这个心理学工具，将这套10分钟的练习与每天必做的线有习惯强烈挂钩，让它成为一个无需思考的锚点习惯。与其等待那种不稳定的热情，不如将这段练习绑定在一个强大的出发点上，例如您每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请记得，每天练习3分钟，其效果远胜过每个月只练习一次30分钟。这里有一个实用的小撇步，在浴室镜子上贴一张便利贴，写下10分钟健脑计划，作为您每天启动习惯的视觉提醒。既然这是一套专为50岁以上族群设计的坐姿例行程序，在正式开始前，确保环境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请务必使用一张稳固、没有轮子的椅子。一般的家用木质餐椅通常是稳定性的最佳选择。坐在椅子上时，确保双脚能平稳地踩在地面上。如果您的脚够不到地面，请垫一些书本或厚实的垫子来支撑，这能确保您的髋部与背部维持正确的对齐。在练习期间，始终保持背脊挺拔且肩膀放松。如果您本身有任何长期的颈部问题、平衡障碍或其他内科疾病，在尝试这些动作之前，请务必先征询专业医师的意见与许可。透过这10分钟的实证练习，我们刚才一起完成了对大脑健康的深度投资。我们操作了提升血液循环的温和点头，促进大脑对接的大脑跨线桥，以及活化额叶的指尖轻敲。在营养补给上，我们认识了 DATA 作为大脑结构基石的重要性，以及透过肠脑轴线来降低体内发炎的关键作用。请记住，您的秘密武器始终是持之以恒，让它成为一份每天10分钟不容妥协的自我礼物。大脑具有惊人的适应力，只要您给予它温和的刺激与正确的养分，它一定会以清晰的思考、更好的记忆力与更长久的专注力来回报您。以下是关于这套脑部健康计划的详细问答扩充，帮助您更透彻地理解背后的逻辑，
55岁以上的人在尝试改善记忆力时最常犯的通病是呢？很多这个年龄层的朋友往往会走向极端，认为必须采取极其复杂且高难度的方式才能解决脑雾问题。他们常陷入一种高门槛迷思，觉得非得有大刀阔斧的饮食改变或汗流浃背的体能训练不可。最核心的错误在于看清了简单、持续、有科学依据的小习惯所蕴含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们在等待那种高强度的时机中，错失了每日微小改善所累积出的巨大成果。二、温和点头运动背后真正的生理目标是什么？这项动作最主要的目的是疏通并改善通往大脑的血液供应系统。透过缓慢点头的过程，我们在物理空间上舒缓了位于颈椎两侧负责供应大脑氧气的垂动脉。这项物理治疗式的运动特别针对了长期姿势不良造成的上颈垂僵硬。透过改善颈部肌群的张力平衡，我们能消除对血管的威胁压迫，进而确保大脑这个耗氧量极大的器官能获得稳定且充足的营养供应。三、为什么跨越身体中线的大脑跨线桥对提升记忆提取特别有效？因为这项运动挑战了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沟通效率，强迫讯号必须频繁地穿过胼胝体。由于我们大脑的控制机制是交叉性的，因此这种左手肘碰右膝的动作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神经信号，要求最高水平的神经资源整合。这本质上是在进行神经突触的激励训练，能强化那些与反应速度、逻辑规划以及易检索路径相关的神经连结。四、看似简单的指尖轻敲是如何具体提升大脑专注力的？这项练习精准地活化了大脑皮质中与手部动作相关的感觉运动小人区域。当您进行这类需要高度精准、有序的指尖触碰时，大脑必须及时处理大量的感官回馈与动作指令。这种极度细致的认知需求是神经塑性的绝佳催化剂，它能重新校准大脑的处理速度，让神经元在执行精细任务时变得更有效率，进而转化为日常生活中更好的专注度与心智反应速度。五、为什么 Omega-3 脂肪酸中的 DHA 被视为大脑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钠并非可有可无的营养补充，它是构成神经细胞膜最基础的结构模组。在人脑的脂肪成分中，锂占据了极高的比例。如果缺乏钠，细胞膜的流动性会下降，这会严重阻碍神经传导物质的正常释放与接收。因此，补充足够的铁等于是为大脑提供了最高规格的建筑材料，对于维持长期神经通讯的完整性以及延缓认知退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六、肠道健康与大脑明晰度有什么关联？该如何用两类食物来支持它？两者之间透过肠脑轴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迷走神经则是这条轴线的信息高速公路。大脑中调节情绪与专注力的核心传导物质血清素，其实有90%以上是在肠道产生的。因此，肠道失衡会直接导致大脑运作迟缓。支持这条轴线的两类关键食物是提供活菌的益生菌食品，如纳豆、优酪乳，以及为好菌提供粮食的益生元食品，如燕麦、洋葱、大蒜、不烟。两者并行能有效降低脑部慢性发炎。七、哪一个行为心理学上的陷阱最容易让健脑计划失败？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过度依赖动力，这种类似情绪的产物。动力是非常不稳定且容易消退的，而神经通路的重建则需要极高频率且稳定的刺激。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习惯堆叠，将您想建立的新习惯，如这10分钟练习，强行移附在一个你每天已经养成的旧习惯之后。
这样旧习惯就会像是一辆火车，自动带住您的新习惯往前走，不再需要耗费多余的意志力去挣扎。8. 类淋巴系统对大脑健康的重要性为何？类淋巴系统就像是大脑的垃圾清理团队，它主要在我们进入深层睡眠时才会启动。这套系统的功能是清除大脑在清醒时产生的代谢废物，包括那些与阿兹海默症等认知障碍高度相关的异常蛋白质。因此，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就像是垃圾车一直不来清理，大脑就会陷入慢性的自我毒害。这也提醒我们，良好的睡眠是所有脑部健康习惯的根本基石。9. 对熟龄族群的大脑来说，最有害的单一饮食元素是什么？那绝对是过量摄取的精制糖分。过多的糖分会造成体内血糖急剧震荡，长期下来会诱发胰岛素阻抗，这对脑细胞来说是毁灭性的。当大脑产生胰岛素阻抗，神经细胞就无法有效地获取能量。更糟的是，糖分代谢过程会释放大量促发炎分子，这些分子会直接破坏神经元之间的连结，加速记忆力与智力的衰退。9. 10刚开始尝试这套程序的朋友，最关键的安全守则是什么？首要任务是确保环境与支撑的绝对安全性。请一定要选择一张结构稳定、脚部不带轮子的硬式座椅。练习时，双脚必须能稳稳地踩在地板上，这能提供脊椎必要的稳定性基础。姿势上要追求中立且垂直，避免在扭转或倾斜的状况下进行动作。最后，针对有颈部受伤时或长期平衡不佳的朋友，在执行这些能改变血流与前庭觉的动作前，务必先获得医师的专业评估。